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政府已经连续举办6档的百花节，今年将无要举办。干部局表示，为了维护生态景观的永续发展，所以取消只有第期花草正式展览的百花节，会将经费用来种植当年性的树木。过年期间，民众到水平公园等所在参观百花节赏花，伫市府连续6档举办落来，已经是未少市民的重要行程。不过，干部局表示，对今年开始撇开台南公园，就是要互公园受用，避免公园的土壤因为民众过度大家硬化。不过，今年活动竟直接取消。局长苏金安表示，原本2000万的预算也是运用伫公园甲行道树，重点就是要为了一摆展览摆出地基的花草，而是改进当年性的灌木。至于百花季，大概我们目前今年呢，大概会改变一些方式。大概百花季过去是用一些花草那可能让大家观赏以后呢，那不久呢，大概这些花草大概就要换掉。那我们可能今年会植一些比较长久性的这个花草或者是灌木，那么来替代。但是为了这个符合这个春节的这个景象那我们会在入口的这个意象里面呢，会去配合，让大家也有这个迎春的这个气息。干部局进一步表示，虽然今年百花节取消，不过因应春节，市府也是伫各大公园设立花草的入口意象来装饰，让大家同款感受年节的气氛。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大南平价主体兴建到今已经40几栋，不但厝破破烂烂，阁被鉴定为危险建筑。毋过因为过去拆迁补偿甲住户拢超袂好势，一直拖到即马，所以市府去年底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已经编列将近2亿，要来执行拆迁照顾。预计过年后就要向住户举办说明会，展现公权力。对老日的大东路，一个转离立德5路到8路巷内，却变成破破烂烂，已经40外栋的平价主体，真正互人想袂到台南也阁有这款的环境。原本政府提供中价收入户有2楼、3楼的主体，特别到半世纪后，目前220间，只剩180户，空厝已经有40户，愈无人住，厝愈紧歹。陪同记者的大护理长表示，真正毋知当时庄仔角会阁再落落来，加上漏水情形严重，嘛希望政府提出好的拆迁补偿来协助这群弱势。阮即摆只是因为占老人济啦当然只厝即摆已经嘛拢无好而且嘛拢会漏水、漏雨，所以若每一届漏雨时，就是老人因拢无法度困。你若要听，咱当然补偿金若讲会好势。当然，大家愿意搬离开遮，伊嘛无愿意阁继续住伫遮。根据了解，民国90年时就提出拆迁补助计划，不过到最后，因为经验讲袂好势，嘛，互这群住了一世人无产权的居民相当无奈。到他也是希望全力配合政府。阮嘛无法度人讲，阮会当随人所看安怎来下啦，阮是尽量配合人啦。着政府看伊的政策是安怎。咱也无法度人讲当下，因为咱遮是属于讲东区的门面啦，嘛袂使讲遮厝遮歹，来互遮迄个东区的发展袂起来。对此，市府消息局表示，卡迪议会去年底才通过1亿9000多万的拆除补偿草案，所以希望过年后正式向住户办理说明会。为了要让这些民众能够安心的过个好年，所以我们是预计在农历年之后，再做相关的计划公告以及说明会的召开。那其实整个市府会希望是说，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大龄平价住宅的一个住民，让他们能就是争取比较优惠的相关的一个补助。
不管是租屋补助或是那个搬迁奖励等等，来照顾这些民众，然后让他们能够之后能够安心的能够搬迁，然后有更好的一个居住环境。虽然市府详细拆迁内容也未正式定案，不过强调照顾住户作为第一优先，会比过去优惠。但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揭穿开罗宣言造成的台湾处境，议员李文正上午邀请学者、教育单位召开公听会，强调根据开罗宣言，台湾归行中国的讲法，不但影响台湾独立。而且也和中国借着开罗宣言宣示台湾属于中国，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议员希望借着公听会来厘清台湾的定位。议员李文正上午邀请教育部、国家研究院、教育局甲各种历史老师召开开罗宣言真相公听会，主要希望向世界传达开罗宣言当中将台湾回归中国不是事实。也要求各种高中的历史课本会当改进这段错误。咱看到讲即马中国一直咧制造麻烦嘛，一直咧制造即款的一个世界一个那怎啊讲战争的可能性嘛吼，引起大家紧张嘛。伊就是根据开罗宣言嘛吼，但是吼，这个开罗宣言是假的啊，是无事实的啊。吼，咱今仔办这个公听会，咱就是要互全世界知影。吼，讲即个开罗宣言是中国制造出来，但是今仔一个较可恶的问题，就是讲咱的教科书，安尼甲咱的囡仔教咱的各种社会课本第二册，高中的历史课本第一册，吼，讲根据开罗宣言，台湾高兴中国啊，吼，即个咱甲教育部质问的时阵，教育部伊甲即个问题塞互外交部，外交部伊嘛是讲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是高兴中国啊，所以咱嘛要请蔡英文总统吼，一定要重视即个问题。你即个问题无解决的时阵，即个真做中国伊世界麻烦的制造者嘛。吼，咱台湾咱就无法度变做迄个怎啊拢被暗砍嘛，吼，所以咱今仔即个公听会，咱有邀请相关的单位，佮有邀请即个驻台办事处，吼，咱希望讲互全世界知影。吼，即个开罗宣言，即个是好笑的，即个是无事实的物件。即个开罗宣言的问题啦，解决台湾的问题就解决啦嘛。会中并邀请前中兴大学企业管理系副教授沈建德，透过36张的简报，用原始证据证明台湾并无属于中华民国。议员李文正希望总统蔡英文重视公听会的结果，改进课本的错误，也让全世界知影中国是依据着无正确的开罗宣言来制造台海等地的纷争。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离关接近，立委陈廷辉甲副议长郭信良联合侪侪民间团体甲企业，1月6号将伫龙里门圣母庙广场举办600桌的平安宴，招待计16号。另外，还有爱心定米活动，将爱心化作实际行动来关怀弱势。在经济无景气的状况之下，为了让弱势民众也会当参加会啊，做伙过好年。立委陈廷辉、副议长郭信良联合侪侪民间团体甲企业，将伫1月6号伫正统龙里门圣母庙头前的广场办600桌的平安宴，还有歌星演唱，邀请13区的家属离户到现场响应暗灯。首先呢，那我们就是在首先登台就是1月6号。1月6号呢，那咱伫头城正统里面圣母庙呢，我们将近安南区、北区、中西区、东区、南区，包括永丰、新化咱的安定甲显化包括咱的嘉义七股甲咱的西港等13区呢，因为离圣母庙较近，所以就麻烦这个部分呢要低收入户。只要你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在他的户口名簿里面不限名额不限人数，只要你报名都可以参加。共有3波的爱心活动，大家一起来出钱出力哈。那我想最重要就是要陪伴这些弱势朋友过个好年，那也在平常的生活呢能够有一些帮助哈。我想我们的爱心厨房成立是持续性的，未来能够持续对这些爱心朋友对这些弱势的朋友来提出一些照顾跟关怀哈。那我想再次感谢大家，那也希望抛砖引玉的行动能够让更多的弱势朋友感受社会的温暖，那也可以让有更多
多的人愿意来投入哈，让我们所有的弱势朋友能够有一个好的过年，好的生活。同时，伫1月22號，佫有訂立愛心會等善心團體進行茶米、米酒、鹽等零星物資發放的愛心活動。另外，正德慈善基金會成立的愛心廚房，伫1月7號上午9點將正式開幕。每禮拜1到拜6將提供給受理後的民眾免費用餐。這一系列的愛心活動，就是希望實際幫助弱勢，也為社會帶來拋磚引玉的效果。台新聞站山林根采訪報道。要看者馬上倒來新聞現場。你們知道怎麼防治人口販運嗎？首先，我來告訴大家什麼是人口販運。有要出國旅行的以及外來人口，要加強對自身權益的認識。發現可疑的地方要檢舉通報。移民署跟司法警察會持續巡邏查緝，民眾可以跟他們舉報。抓到你們了！我們跟全世界的正義夥伴都會不斷努力，粉碎人口販運集團的惡行。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愛讀冊。位伫成功大學成功湖邊仔的歷史文物館，伫日本統治時期原本是藏軍用品的倉庫，也曾經是清代文學院的圖書館。不過後來建築老舊，失去功能。現在是透過清代創意三角洲計劃進行整修以後，準備以着新的面貌出現。今麥就先帶觀眾朋友做回來欣賞。由成功大學校長薛慧珍所倡導的創意三角洲計劃，結合文化系、建築系、歷史系，要將校園內的人文風氣更加提升。因的第一個目標，就是要讓成功大學歷史文物館這棟建築一個新的意義。如今計劃圓滿成功，校長也希望這棟充滿歷史風味的紅磚仔建築，會當成為一個新的府城美麗角落。有一個屋子，也從來沒進來過，甚至可能也很少想象過它有什麼活動。那麼，開始在這個工作以來，也有很多朋友的啟發。但是，當我們最關鍵的去想象，在這個校園裡有的新的一些機會的時候，我覺得一切好像就很自然的開展了。郭老師剛剛提到我忝為這個計劃的總主持人，那其實功能只有一個，因為它確實是我們跨院系夢想的一個必要性。那陳院長跟這個所有歷史系的這個老師同學願意開啟這扇門，讓我們大家來討論來發想。共同發心，希望它成為成功大學，甚至是台南市最美的一個新的角落，以及它未來可能從這裡啟動的更多的夢想。我覺得是在那個心意之下，我們重新把門開了，進去看看未來的可能性跟未來的發想。1，請用剪。謝謝。在咧隆重的開幕儀式過後，成大師生攏進入到這個重新整修的歷史文物館參觀首期的展覽，熱然遮層的文物研究，同時也有文學系學生在現場唱詩歌，讓這個美麗空間充滿了厚厚的人文氣氛。台南新聞網誌號採訪報道。由藝術總監廖莫士所製作的回遊舞集已經持續9檔，今年再次邀請新生代編舞者以着城堡作為構想，推出4出舞劇，而且佮創新舞台設計，要讓4個連燈的觀眾攏會當來觀賞。對2008年開始，廖莫戲舞蹈劇場結合年輕舞者所創作的回遊舞集，已經連續9檔，嘛成為該劇場的經濟招牌。
今年因以八仙城堡为故乡，种下4支无同的作品，专长70分钟，为了要甲观众做伙面对生命危险，更希望迎接新生命的美好。在去年这一年呢，等于是我们这个八仙城堡是满1周年了。这么沉重的话题呢，其实刚好呢也都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的这些创作的年轻者呢的年纪的相仿，大家都非常的有感受，大家对这个议题也非常的有这个共鸣哈。但是为了不想再让这个作品哈觉得那么的沉重呢，所以我们给了他一个再见，我们挥别过去。我们向过去的不美好说再见，我们向未来的美好呢迎接，我们再一次见到美好哈。当年所创作拢是来自编舞者的生命经验，希望更打进观众的内心。同时更拍开舞台，利用布幔作为创新的设计，为了让4面的观众都有无同款的观赏角度，对舞者嘛是全新的挑战。几块的这样子的一个装置。它可以改变了所有的视觉，无论你坐在哪一个方面，他所看到的都不一样。所以4面都可以做人，所看到的你也不一样。有时候编舞者他可能是从那边跳，所以那一边的舞者看起来跟这一边的观众，那一边的观众跟这一边的观众看起来就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希望说这一次的改变呢，这一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创新，能够给我们观众一个很惊喜的一个不一样的。该剧对1月6号开始到8号，总共4场演出，嘛欢迎民众拥有购票入场欣赏。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学中心为民国98年就开始积极推动电子魅力，经过8年来跨部门的团队合作甲整合，伫今年已经领先全国，达到全面无纸化，这也让基美医学中心得到卫生福利部金奖的肯定。对民国98年开始，基美医疗中心就积极推动电子病历，希望会当节省纸的使用。经过了8年的打拼，目前已经会当达到47项224张的病历表单上线。丰富的成果也得到卫生福利部的肯定，颁发金奖给基美医疗中心。要达到这个病历无纸化呢，其实我们希望让整个医疗人员还有病人都可以习惯这个无纸化的一个医疗进展呢。我们前面做了整个的一个规划，大概也花了2年的时间。那从98年到现在，我们医院到今天为止有224张的电子病历的表单上线。那我们医院的特色就是上线的电子病历表单就当天就无纸化了。那这个病历的无纸化其实只是我们一个目标哈。那其实后面我们最重要的呢，就是透过无纸化的这样的一个运作，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医疗资讯能够资讯化。那有了一个完整而且正确的医疗资讯以后，我们对病人的病人安全还有医疗品质，都可以透过整个后端的一个资讯化的一个管理，能够来提升病人的一个医疗品质。电子病历推行以后，会当节省纸的使用，也省下不少的行政空间甲人事费用。未来若是会当做到每一间病院拢整合的话，更会当予医师伫咧看诊的时阵，避免药啊开过，搁再开等等的问题，提升医疗品质。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3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月4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